续来看是这个台中后日的五公社区，早期有乌厝啊、客家庄的聚落，就是伫这个房屋的外墙抹点加油，互外墙较耐用。为着要来彰显到这个早期的聚落，社区的居民最近是利用泰鲁甲油菜等等多媒体的素材来改造当地墙围啊，来彰显到客家庄的风采。 体会碧海港区民众个小时啊，加一个头前这图片用海路是大家真水，这是五公社区经过2个月时间，希望展现古早的农村风景。阮伫建设遮拢真用心，拢伊时做工课，暗时再来做工课遮，到做这个壁刀。原本这图片看起来真简单，环境嘛淡薄垃圾，不过民众用心设计，因利用下班时间结合在地产业，用实地态度和油菜来彩绘创作。咱斗嘛使过情况咧较辛苦，外口咧打像我吹风晒日，有暗时来斗嘛真辛苦。为当开始，刚想要美化社区，到即马用实地态度打出一幅图，环境是变个真水。即马墙围啊改造完工，唔但好可侪人熟悉五公社区，社区嘛加一个好耍休困的所在。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